已知 AB 为平面上两点，若 P 点在 AB 线段上，且2AP 等于3BP，则 P 点的坐标。好，我们由这边可以知道 ，AP 比上 BP 应该是3比上2。那由于 AB 是两端点 ，P 在中间，所以这一段的距离是3，这一段的距离是2。利用分点公式，所以知道 P 点的话等于5/24减4，5/-9加4，所以 P 点的坐标是4-1，答案选 B。